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用方法》，我是 DJ 英。安尼讲，家庭老教育对成长当中的小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唔拄好，可能会造成一生人的伤害。伫高数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妈妈，佢看到当中需要听书的小朋友，然后佢就全心投入呢只工作。安尼有请到节目当中的是素颜的燕总妈妈陈文静小姐。燕总妈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高数乡高数书院陈文清，今天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见面。隔壁还有一位志工朋友李世忠先生来到节目现场，李太公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世忠，来自屏东县瑞浦乡，今家在书院做志工的工作，感谢有一个机会来参加一个节目。分享两位，佮首先呢，爱请教一下燕总妈妈吼，所以当初做嘛该会想到爱成立了只书院？因为我很早就是一个单亲妈妈，那要带2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太苦。那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隔代教养的问题出来。那我的父亲又是受日本教育，都非常严格。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白天要上班到很晚，因为一个家计很重，然后陪伴他的时间非常少。那在那一段时间，孩子需要的是家庭的一个陪伴，而不是一个很强势的那个日本式的教育啊。那就开始觉得说这个家他觉得不够温暖，那常常就在外面，就女生真不卡，不想回家。对呀，就在外面流连啊，电动玩具啦，打架啦，我就去跟人家赔罪啦，然后就朋友去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就这样子追了20-30年。追到最后就追到监狱里面去。那这段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辛苦。那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我自己都一直很反省，然后我们都难免都会哭哭啼啼啦，很难过哦。但是他给我很大的震撼是，我每次去看他手上就写了很多红色的电话号码，那红笔。然后就因为里面它监管很严格嘛，就这样一贴，这上面都是红色的电话号码。他就妈妈，你赶快抄哈，然后帮我打电话给这个孩子的家长，请他们来看他，因为有的孩子很久已经家长没有人去看他。那也有说妈妈这个人，你可不可以寄个200块给他去买日用品这样？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震撼，到现在我还是会很难过这件事情，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在做这件事情。有些受刑人会写信给我，那我一看我就会去看他，连续性的事情，包括我儿子，包括这些人，给我震撼力就很大。我觉得说孩子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再怎么苦，我都觉得说。尽力的想办法，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是不是要请求旁人的力量来帮助这个孩子？就千万不要去放弃他，因为孩子一旦被放弃，他没有做不出来的事情，就发愿。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想办法来帮助这些被放弃的孩子，或是像我们这样的我的孩子的过程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我都想说，我儿子在成长过程，如果有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家里没有办法陪伴他，那还有一个环境可以陪伴他，我相信他们可以跳脱那个过程。当我创立书院的时候，我开始学习，跟每个孩子开始学习一些挫折。其实，在草创的时候是真的非常辛苦。在那个时候我身边有很多单亲妈妈，他们为了孩子的教养问题来找我，那我就采用一个一直儿教的方式，就让孩子到别人家庭去，就你的到他家，他到我家这样，让他轮流去跟这些妈妈生活，他开始会有感受，没有一个人变坏，而且都非常孝顺。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去改用，因为现在是少子化的一个家庭哦，那大家都非常宠爱自己的孩子，那甚至再加上隔代教养，一些年轻人都去上班，都交给爷爷奶奶去带，那反而去造就这个孩子在2代不同的教育方式情况下，会产生更大的落差。那我们就开始在这些孩子身上去学习到，我怎样去面对我们的问题，跟孩子一起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到88水灾，那我就进入高速。那在高速，我们跟很多就是团队，然后也跟校长聊过这些教养的问题。因为我进入高速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孩子失踪的问题，那也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家暴啦、隔代教养，甚至性侵的案件。那我就在思考说，怎么做这些，我怎么样让孩子是安全的，从我这里然后到家庭去。那我就开始在地区创立书院。那因为那边的这些隔代教养的这些弱势的比例也比较高，因为比较偏乡。那我就跟学校合作，那有学校推荐到我们书院来，那我们一一再去访视，然后看看针对每一个个案来做研判，我们怎么样去协助这些孩子。我们不是收进来就是全部都同样的教，因为每个孩子个性不一样，他家庭的成长背景也不一样，我们做不一样的调整。那这些过程当中，真的是我们说有血有泪啦，真的是这样哈。那我刚才讲过一个重点，孩子是不能被遗弃的。那我们在跟学校，我们也跟学校开会，我们也跟家长开会。我们跟学校就是说，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个部分学校尽力，但是我们的教育主轴是，我们做的是陪伴。那在陪伴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也开始思考，来了这么多小孩，我到底要给他什么？那这里我不会因为有的比较乖啦，有的比较不乖，我就有分别心，因为我们每个家庭也都会有比较乖跟不乖。那我会针对这些孩子的特质，比如说有的真的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最特别，就一进来我说，你的心愿，我们有写心愿卡嘛，那就是看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吃麦当劳长大想要做什么，做流氓，这个你会觉得很压抑，我怎么会有孩子他的志愿是当流氓？那我们就开始去深入这个家庭，原来他的爸爸就是也比较弱势的。然后在智能上也不是很高，被欺负，对，他长期就是在学校被霸凌的，所以他觉得说，因为他太太很早就离开这个家，然后他本身又有肝癌，他想说他一定没有办法陪伴他孩子长大，他就教他儿子说，不要让别人欺负你的方法就是当流氓，所以那个孩子就跟我讲，我立志当流氓，但他说我们每天都会去搜他的书包，有石头啦，有刀子啦，有棍子啦，其实这个孩子很善良他也没有办法，他全身上下没有一个细胞他是适合当流氓的，又善良又会服务别人，那功课也不是很好，他从1年级到3年级，他的成绩都是鸭蛋。到3年级，他考一个25分，我们就全书院说要帮他办豆、办流水席，庆祝一下。对请全高树乡来吃饭。那时候我们是这样在鼓励这个孩子。那我们发觉这个孩子，他每天4点写完功课的时候，他就说院长妈妈，我可不可以帮你倒垃圾？他就推着一个手推车，每个老师的垃圾桶他都去收集垃圾，很贴心。然后就是说，看厨房有没有需要帮忙的。那我们书院里面的孩子，我最恭敬他们的一点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去洗厕所。洗厕所他们也不会嫌脏，他觉得可以玩水很开心。
所以我们就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我发觉就开始怎么去做改变。那我们就让这个要当流氓的孩子变成最会服务别人的孩子。他功课是最不好，可是他人缘是最好的。在整个教育过程当中，我们会开始做不同的设计。那有的是绘画天分非常好。那我们书院最特别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学习啦，比如说要学钢琴啊，我们没有才艺班。哎，对，我们没有才艺班，我们就一般的，就是说，如果要唱歌，就是最原始的，然后要有乐器啊，就锅子铲着拿出来打。从生在当中来学习，从生活当中来学习。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群孩子，我们把他塑造成一个不悲情的孩子，而且是非常阳光、非常快乐的一群小孩。这是我想说，每个家庭，我想每个父母，他希望他孩子也是这样。有的人是很期待说，让孩子很会读书，然后以后出人头地。可是你想想现在的环境，这些孩子他如果没有具足自己本身的一些能力的话，他没有机会跟这个社会上去竞争。那身为一个他的第二个妈妈，因为他家里有的是没有妈妈，那不管是第一个妈妈或第二个妈妈，我会开始思考，我怎么去让我的孩子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他都可以活下去。这是我创立书院的重点。感谢燕总妈妈分享到按感动人的故事。其实一间书院要成立，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同时一生人可能冇办法顾到按多的生意呢。所以等一下这道节目的现场，还有很多关于子宫的故事，安尼等一下再来。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比如说在台风天，家庭发生状况，他也是跟着我们出门。那我们在书院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做了一个工作，叫做抢救孩子，协助家庭的工作。分享真多安全方法嘅节目现场，接下来俺要问到子宫理事长李太哥，请问一下，当初做乜嘅要来入到了书院来听书？多谢主持人，这个故事是对我从网络上看网络新闻来的。当初高书上有一个单位，就是严重成立的单位，伊摕高书上许多上公所的一个牌子，所以讲，这个故事来讲的话，本来可以感受。一个单亲的阿妹来讲的话，除了要照顾自家的小人的同自家的家庭，还要去发言来帮助其他弱势，还是讲家境过贫苦的人，这个是本人可以感受的地方，也是讲社会的正面能量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对其他开始来看到这个故事。如团员总有啲接受来做一啲金钱的一啲赞助者，所以当时节来讲的话，只有讲金钱方面的赞助。如提爱即届由18千的时间，如1000、3000、5000安尼来赞助。后来来讲的话，因为媒体的发达，又成立讲类似 FB 粉丝页安尼东西，所以又过进一步过了解。当初个批通对看新闻的部分来了解一个情形，安尼有 FB 我有一些互通的一情形出现，所以首先呢也有故事啦，也有所谓头头一讲也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也拢有了解到实际的情形，也感觉到安尼层面应该是要多多去发扬，可以帮大家人行善啦，还是讲正面的能量能够。受到观众朋友的一啲所谓的共襄盛举安尼，太好是这样的。
所以做因为严重妈妈吼做按多的事情感动到，所以呢就感恩。然后呢一开始係钱吼来天数，然后呢看到脸书当背越来越多的故事，就知道呢应该爱人来感恩。吼，佮感恩以后吼，天数以后有乜嘅印象較深刻嘅故事，還係個案例，做啲老大家分享無？做得，有一個故事係安尼。我從呢批嘅時節有接觸一個細阿妹，體育師可能81年生，講出門先接觸嘅時節，佢上訴，佢細阿妹看人嘅眼神係佢強人，可能同人群個社會接觸。經過一段時間來看一段演講啦，還是一條現場嘅互動，還是講搞起一些神發行啦，還是講農事嘅一啲體驗以後。有一擺體育師差唔多2-3禮拜以後，係再次看到一個細阿妹嘅時節，看得到一定拄好愛去種包粟。種包粟嘅時節，譬如講愛做蟹啦，去到田球嘅啦，愛去開始種。一個時節，係拄好看到一個細阿妹嘅面，而本來看到係啲有笑容，然後會同人有一些互動。係佢等於是佢親近的一啲感覺，所以我都感覺到人的變化同教育落嚟安尼。其實要經過互動同一個關係，或者講有安尼付出安尼關係嘅話，使人會改變。佢本來感觸過程嘅地方。所以就做一個看得到一隻細阿妹嘅吼，從做同家人開始呢，有人關心，有人愛佢照顧佢，一下就看到倆動態嘅影響，錯冇？所以嗰個阿妹一下就係嚴重媽媽吼，有請到像李太個強樣吼，請有心嘅志工，唔係用嘅錢來嘅，大家就係看名錄，還係講呢朋友小嘅，有乜嘅感動嘅故事，讓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在我們書院有很多我們的媽媽，他們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比如說在颱風天，家庭發生狀況，他也是跟着我們出門。那我們在書院裡面，其實我們還有做了一個工作，叫做搶救孩子，協助家庭的工作。那在颱風天的時候，孩子走了很遠的路，來到我們的地方。然後再求救，說爸爸媽媽打架啦，媽媽就跪在門口啦，還拿菜刀。像這個在颱風天，我們也都會出去。那有的是在半夜的時候，我們半夜孩子發燒，或是半夜孩子家長就是比如阿公阿嬤他生病了，我們也是就是這樣子帶他們出去。那最感人的是，我們的志工媽媽就是我們會針對幾個孩子，我們會鎖定比較特殊的，跟他們協調過，然後孩子我們幫他洗澡。有些孩子他常被家暴，那衣服穿起來就不知道。那我們會針對孩子身上的問題然後再去做看要怎麼做。那也有我們也訪查到住在垃圾堆裡面的孩子，那甚至我們當天看到這個案子，我馬上做移動，我們就發動志工媽媽趕快去找房子，一天時間幫他找到房子，然後我們就把它做整理之後，我知道很快2天3天，我們就已經幫他搬好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都有一個共識，因為本身都是這樣的環境出來的，那感同身受的事情比較多，那有時候。真的是裡面都沒有菜了，他們也會自己去買菜，買菜煮，我們甚至讓孩子帶回去的都有，那整個過程是很辛苦，那我們就有時候就陪着孩子哭，看到孩子身上的傷，我們真的很痛苦，很難過，很難過，那有時候通報之後，其實現在有些單位它一些也人力不足的問題，那也會跟我們溝通，是不是我們幫他做監管或監督？那這個變成說，我們跟一些社福單位在做連結，我們在最角落的時候去發掘一些問題。那這些媽媽，她會把這些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跟我同樣的理念在做這些事，所以我們的時間真的非常長，全年無休。
而从早上9点到晚上，甚至到半夜，我们都在做。所以我们在人事的人数上非常比例比较高，就是有很多人在说，我们才50、60个孩子，干嘛请那么多员工？没有，我刚刚讲过，我们是在抢救孩子，协助家庭。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觉最大的问题，不是只有孩子，是家长他失业，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就经济的来源，经济它发生困顿的时候，那很多家长他也借酒消愁来做一个借口。那我们也帮家长要介绍工作，他为什么不去？他说得很清楚啊，我去的时候，我的身份别会被人家取消掉，因为家庭正常收入的时候，然后人家哪个单位要给我3000，这个单位给我3000，又有人送物资啊。如果说也有投入的话，就有业绩，好，这样就不能算是低收入户，所以你就不愿意工作。对。其实在这个身份别里面，我们也访查都有很多，他也不是真正的很弱势啊。所以在这一个整块当中我们在第一线又这么深入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发觉很多的问题一直在产生。那我们发觉弱势这个部分会传承，这个是蛮让我觉得难过、痛心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这是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家庭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当这2个部分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弱。那我们常常说，两边差距很大，但是我们台湾的整个善心人士真的非常多到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的这些爱心很多都被滥用掉。那我们的志工妈妈也看到这一块，所以他们也跟我们很忧心的在奔波这一块。所以为什么我们单位不募款的原因，不公开去募款的原因也是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你的院长妈妈就是要自立自强，我们的孩子跟这些妈妈一起来，我们告诉孩子你是可以做到什么。所以这些妈妈跟我的立场想法是一致的，那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比较变成不一样，充满温馨，也充满泪水。所以我都说我们是用泪水、汗水、雨水，再建立一个第2个家。最近要成立一间书院，照顾安度的小朋友无按简单，有发生嘅事情，就会提早时间呢，夹去听书做唔得上安度，行山呢，就会去行通，而去做。等下阵到节目嘅现场，会分享大家到志工朋友嘅故事。等下阵来休息一下。募款情况下，我们是什么都缺。那我们就把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我们包括家里的家具啊，甚至连床都捐出去啊！你一定想象不到，我们是这样子一直在克难的啊。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到最后是连我妹妹跟妹婿也都进来。分享真多节目嘅现场，加有更多呢动感通人嘅故事。接下嚟，安尼要请教一下李太哥，志工呢真件动辛苦，我做嘅事情真多，都得老太家来讲一下，安尼志工呢做得有乜嘅事？多谢主持人。基本上来讲嘅话，我哋都係做教育嘅一啲部分，對成派方嘅教育、掃地啦。種垃圾啦，垃圾嘅分類啦，帶定小朋友共下做，錯冇？時常會帶動小朋友教一點做乜嘅安尼做，
做安尼用意原来对咱的踢球啦还是反驳有乜嘅好处，也係神法教育嘅部分。也规定讲，子宫嘅部分适人嘅话，唔好喺成人面前做费用。身教身教嘅部分最重要。愛做成人嘅一啲示範，不算冇必人看到安尼嘅部分。也係提神法嘅層面嘅部分。提教育嘅部分，另外一啲話有啲農事嘅教育，頭都有講到種包粟啦、種黃梨啦、種長菜啦。一條也係屬於呢啲來源之一。如果一條成人嘅種嘅東西，也有農事嘅欣賞會去搞完呢種好。一條話係子宮，錯冇嗬？所以子宮佢自家會種，自家係農民，就帶啲小朋友向下嚟種。錯嘅啦，係你一天會係帶到人哋自家做，也係同樣嘅概念。你講有欣賞教嘅成人嘅曉得，其實一路學到人嘅技術，也有個部分來講嘅話，我可以屯。有時候嘅成人嘅冇朋友，唔係講人注重功課方嘅一啲進步還是有。當然講到功課嘅部分，也有所謂嘅課後輔導嘅部分。像書院方嘅一條子宮會去學校嘅同成人嘅做幾類書院，提一定標學嘅時節，還是講寒暑假嘅時節會搞一定功課嘅部分，還是講語文嘅外語啦、客家話啦，還是原住民嘅話啦，會搞一條成人嘅。會屯一條一般，人哋所知嘅些人其實書道嘅教育好好。其實依啲簡單嘅觀念嚟講下，都係講教育要唔係，唔係講哪唔係必須。安尼部分人可以真實去落實人哋所謂嘅教育嘅部分。對於各個層面嚟講，不管是神法、技術、人本，或者講各層面農業嘅教育，甚至於講神教、人教。也係講教育嘅一啲最重要嘅部分。佢真件非常嘅全面嚇。佢你睇過其實啦，當到嘅子宮嘛，親有故事嚇，當中呢嘛有啲國外嚇進來台灣，然後呢嚟到樹葉嚟教書嘅係冇？係，有一對夫妻定對加拿大歸來，看到嚴重安尼事情，一路發現講一定要來樹葉做教成人嘅學外文嘅一啲部分。所以呢，兩公婆都利用講假日的時間啦，還是講安排下有時間，對啲長期嘅對基礎嘅英文嘅一啲教學，都教成人嘅念入嘅英文嘅單詞，甚至於講創國嘅部分，也本成人嘅第一檔以國度嘅一啲面向，也可以向上國際化嘅部分。因為語言嘅部分都將人哋客化而強樣，都係以愛去做推廣同學習。大家人會熟，人會嘅可以個推廣嘅範圍個廣泛。最好嘅部分會對全世成人嘅開始做教育，也係一個重要嘅部分。我相信如講，人哋嘅政府單位也係重要。愛來教各種嘅語言嚟講嘅話，會對最細全世嘅時節，尤其係講像當然學嘅人嘅國小嘅成人嘅小朋友最好嘅部分，咱可以落實人哋。基本上嘅語言教育，也係可以分享嘅地方，大家人地底下。同時呢，這一對夫妻本來嘛唔係告訴人，錯冇嗬？啲加拿大呢進來台灣，看到啱感動人呢，所以佢嘛發現就過來兩片呢長期來批判小朋友向下來學英文等等，真佢嘛當感動人嗬。嘅嚴重媽媽唔係有親好嘅朋友嗬，然後過來兩片聽書，係咪都得講一下嘅故事？對啊，其實，在書院發生很多感人的哈，那包括我們裡面一個明月，他是跟在我身邊已經20年的志工，那在早期我們是草創的一個媽媽，然後我剛剛講過，我們幾乎一開始的時候，在沒有募款的情況下，我們是什麼都缺，那我們就把家裡的所有東西都拿出來，然後包括家裡的家具啊，甚至連床都捐出去啊！你一定想象不到，我們是這樣子一直在克難的啊。那我很感動，就是說到最後是連我妹妹跟妹婿也都進來，他們會去執行我的想法是，我們譬如說我們有服務老人這一塊，
那我妹婿的想法就是说，哎，像这个他也算志工了。他在帮我对待这些老人家的时候，他父母很早就往生，所以他在对待他，比如说有老人家生病，他儿子常年不回来啊，只帮他请了外劳。生病的时候，外劳也不太会煮，他们是每天都煮鱼汤去给他喝。那有些老人家呢，筋骨酸痛哪里痛，他是跪在地上，就是这样做给孩子看。跪在地上帮他揉揉脚啦，揉揉肩膀。那别人说这些老人家就会跟他们撒娇，哦，这个也是一端。那我们也有志工生病，就志工带生，我那时候我有跟这些志工讲，没关系，我们现在是先经营小孩，让孩子的教育可以顺利的。老了我们反正大家都是几乎都是这样。孤家寡人的，或者说有的是有家庭，你们愿意，我们就再来组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第二个家，大人的第二个家也是可以。那变成说我的想法跟他们的做法是都开始在贯彻，所以我们在做教育，不是说只有孩子教育，我们连大人教育、老人教育都一直在做。那我们一直在希望说，你们要来当志工的时候，我们会让他有一些志工的想法。你不是来丢钱，也不能来丢食物。我希望孩子是认识你们的。有很多东西丢了，大家跑了，照片拍拍就走了，这个我不会接受。因为我们不要让孩子养成说这些东西来得很快，而且我只要是需要，人家就会送来，不要变成理所当然。对，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都是变成说应该的，政府补助太少了，社会人士应该要给我什么，什么都应该的。我不要孩子有这种观念。那我们来这里做志工的人，你们最大的就是要跟我配合，至少要陪他们吃饭，跟孩子聊聊天嘛。好，来，孩子在将来就是你多接触他。那我们彼此之间会有感情，那不然就是来帮他上课啊，好，那甚至陪他做农事也好，劳动都可以啊。玩游戏的话，我希望来的所有的，包括志工团体，还有一些志工人，也都是这样，这样叫做双向的一种教育，而且是双赢。我在做演讲或一些讲习课程上，我第一个问题就会问家长。当你们有买到很好的食物，或者说人家送你很好的食物的时候，你会先拿给谁吃？80%都是给孩子吃。那我说好，你们就是这样身教。我们刚刚讲的身教很重要，你东西都给孩子，他一定会把他的东西也是给孩子，因为学习就是这样传承啊。那我们给他的身教也是这样。那我请他们，大家就再反观一下，如果你现在都是给你的父母、你的长辈，孩子看到也是，将来他对这个孝会比较清楚，他就会真的来孝顺自己的父母，知道说应该承上再启下，孝养父母是一个最大，所以在书院里面，我们是讲一个多元教育，那也是一个讲孝的地方，所以我们宗旨很简单，以家为本。以孝为先，伦理为要，就这12个字，我们就很辛苦了。那在接下来我们要串联的就是整个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那我一开头就讲了，我们的都在这些孩子的每个人格特质上都有不同，家庭背景也不同。我开始做规划，我对不会读书的小孩，我应该给他什么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孩子全部都要会洗自己的衣服，全部都要不要怕厕所很脏，那也不要怕说事情很难那他们要学习煮饭，因为我们在早期发觉很多单亲的小孩子回家是没饭吃的，那有很多是钥匙儿童，那吃饭也不是很正常。那妈妈以我为例子，我有时候赶回家的时候，想到说自己也没吃饭，孩子还在等吃饭，很辛苦。所以我们的孩子是很早就会煮饭的。所以我培养这些孩子，你要成为家里一个帮手。当你的父母阿公阿嬷他农事回来，下班回来，你是家庭已经整理好的，而且甚至有饭菜可以吃。这是我要孩子自己要有一个生存能力的第一步。
他协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家庭，孩子不再是这个家庭一个负担。第二件事情就是以他的生活上的能力，我们去做教育，所以我们才有烘焙包括烘焙啦，包括农事教育，包括一些补救教学，很会读书的，甚至想读书不会的，我们就这个部分我们在做加强。我觉得要改变一个家庭，除了培养孩子的能力之外，我要给家长工作。所以我们开始做妇女的职业训练。我们从他们不会做衣服，我们从那个客家拼布开始因为我很喜欢客家的文化，还有我们不是去做那个40个小时、12个小时，我们是一次做了6年。我们现在我妇女已经开了2个工作室，就大家训练出来，就是一起来做工作室，已经有2个工作室那也有7、8位成为一个街头艺人，他们都可以去摆摊，就让孩子在家庭经济开始在改变的那一刹那，这个家庭开始稳了。我们从在高书设立书院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年过年台风天都还有孩子，到今年我们有4天是完全没有孩子。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开始成功了，家长有经济可以带他们去玩，甚至去陪伴他，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做，才是一个根本的改变。安尼通道呢，就係動態嘅改變。等一下係進到節目嘅現場，我留大家呢來分享到小朋友嘅改變，把心態安尼休息一下。裡面一個部分係大家人個用心，對於開始中王里一直到後背烘焙一個部分來講嘅話，可以多人投入一個部分，讓產生一塊。其實一塊黃藝術來講嘅話，而係應該講係有洋葱嘅一啲黃藝術。因為一個洋葱係代表後背嘅故事係可以感動人嘅，後也係人因為講，我哋做志工一啲可以睇嘅一啲行為。分享真到安雄風法嘅節目現場，今日嚟到節目當中係歌書素演嘅演總媽媽，還有志工帶俾大家聽到感動嘅故事。嘅接下來呢，每一下演總媽媽用教育呢來改變嚟到小朋友，還有其他嘅家庭，係唔係講一下帶來嘅影響有乜嘅？我剛剛有談過說，我們為什麼做了6年的計劃，是因為我們到書院來的時候，我發覺孩子的媽媽是受家暴的，而且是長期的被家暴，身體也是一次又一次去開刀。這是我下的另外一個志願，孩子就看着他媽媽在受苦，那我們就開始規劃整個年度下來，我想要創造的就是6營甚至7營。那我就教孩子農事的部分。其實我們在整個設備上，其實都是為了孩子做規劃。那我們教孩子就是不能用農藥，不要去傷害土地，不要去傷害那些生命，所以我們的這個叫做生命教育。那他也可以在借助農事的這一塊，我們種出來的東西我們去賣，也可以讓孩子可以自給自足。那進而我發覺在這一塊我可以提供家長的就業，那家長也贏了。那第四種就是說，比如說我們裡面有一個巴拉阿嬷，這個故事我們台灣有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個單親的阿嬷要養2個孫子，她現在身體也很不好。那一斤巴拉在市面上，它到韓口才3、4塊，可是你到市面上去，在台北買都是50、60塊，這個落差對人來講非常辛苦，每天都帶個200、300斤要給我們吃。他如果到韓口去才幾塊錢而已，所以我們在創造說我們要賣安心蔬果這一塊，
帮阿嬷创造她的生活利润，所以我们用稳定的价钱跟她收购。最主要是要帮助阿嬷活下去，去养2个孙子。那孙子也都是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第4营就帮助弱势的，所以我们有越来越多像这样的农民跟我们在做结合。那第5个就是说，我们书院也有一点利润。我说过，捐款一定要，你要捐给我，你一定要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不要说啊，听到人家说啊，这个书院需要帮忙，我都会要让他们先进来看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你可以协助这些孩子跟家庭什么，那我们才收。所以我们也创造一些就是借用安息蔬果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创造一些自己的价值跟就是自给自足的方向。那第6个就是说，我们的守护天使，你买我们的所有的爱心人士你们吃到的东西是一定对最健康，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烘焙的部分，我们的菜是完全没有农药，我们的凤梨酥是孩子从一开始种凤梨18个月的等待，18个月很长1年半哦。然后在收割的时候，他们也要去试啊，所以我们都吃到全身很痒很痛。但孩子，我们让他进去收那些凤梨，有些人说你好残忍那么小你就去让他碰那么危险的事情。我们发觉孩子进去不会有事我们也都是事因为我们太会防备很多的事情。但孩子他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学会闪避危险，那我们觉得说孩子一定要让他去学，让他去做，那这个部分，我们再让他去做切凤梨、炒凤梨、做凤梨到一个完整的凤梨酥。我们的苏老师也是我们的志工，哲子老师他是在我们台湾算国宝级。他说以前常听人他卖40块很贵，可是他来看整个过程18个月，包括大家炒那个馅是我们完全是没有添加任何东西那凤梨干也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在整个价值上超过他说一个卖1块、100块、200块都觉得太便宜，那里面的教育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一直在创造不一样的，我都希望他们是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尊严。虽然他来自弱势，我们也希望孩子是有尊严的。那孩子是很有能力的，他是被培养到说他可以照顾自己，也可以照顾别人。我刚刚讲过尊重生命，所以我们在这片土地到底要给孩子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整个过程当中，孩子也给我很多的感动。最近谈到非常的感动今日提供的做李太哥从骑马的2片来做志工，看到青岛小朋友的改变，也感觉到很欣慰。是啊，来补充一下头多我哋严总讲的一啲事情，像佢哪怕的阿媽嘅部分其實我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描述一下，例如係一球哪怕人學去三代人，因為一啲阿婆加中間伊嘅細人咧，加伊嘅孫咧，國胎一個教養來講嘅話，都係三代人。有一球把咧哪怕的人可以學去三代人，幾無簡單。一個哪怕的阿媽，伊本身也係客家人，所以其實我哋喺接觸以後，咱底下講，佢用心啦，也個係一啲佢感人嘅故事。第二呢，頭頭講嘅一個黃梨樹嘅部分因為一個部分係客家人佢用心，對開始種黃梨一直到後背烘焙一個部分來講嘅話，佢多年投入一個部分，讓產生一塊。其實一塊黃梨樹來講嘅話，而係應該講係有洋蔥嘅一啲黃梨樹，因為一個洋蔥係代表後背嘅故事係佢感動人嘅。也係我認為講，我哋做志工一啲佢睇嘅一啲行為，當然細人嘅嘅本來人嘅回應也感覺到佢用心。讓我講咧，因為將頭頭講嘅小阿妹嘅個香港嘅小阿妹，自從伊人哋過開朗過發派以後咧。都看得到，伊有時就看到人種一定工作夠辛苦，還是一個老師一定1-2年冇看到人問講係唔係有乜嘅事情，還是講係有乜嘅受人病痛咁樣嘅，睇到係休養嘅。
可能都适应的一啲感情，甚至于一定落嘅时间会难一定，一啲大大的拥抱不一定安尼感受到几层的啲适应的团体人的啲互动，也喺我哋做志工对算旁人的一啲角色下来看到安尼层面的一啲部分啦，系。看到俩的小朋友的改变，就知道懂得的，然后非常的值得哈。给这演奏妈妈两篇呢，其实嘛有青岛的小朋友哈，有直接嘅做写卡片啊，俩的哈来关心，知道吗？其实我这2天有跟孩子讲过一件事情，说你们的卡片给我，真的是一整箱一整箱的。那他们在看到我，有时候就比如说眉头皱起来啦，或者说那一天看到我走路慢哈，他们就会贴纸条来。有时候看到那个纸条，比如说我看到有一篇是说，院长妈我要上国中了，因为他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那我要上国中了，我能不能继续来？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国中部。那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那一天哭很久，那一天整个晚上。那为了这个孩子的心愿，我们今年成立了国中部。我说过我要带孩子一起长大，我要陪伴他们一起长大，然后他们都是我的孩子。那在你看他每一个人的卡片里面写的，那有些孩子他犯了错啊，他们很怕知道我犯错。可是他们一犯出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拥抱他们。我就说：“亲爱的，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让老师这么生气呀？”然后，因为我们不是用责骂，他反而就会一直哭，就是说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内疚哈。那像前几天呢，我们在谈事情，就有一个孩子就蹑手蹑脚又溜进来，就在我说：“指正你在干什么？”没有啦，我有话要跟你说。他就跑到我耳边跟我说：“院长妈妈，我真的好爱你呀！”其实这是我的动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什么都值得，什么都很美好。尤其一个拥抱，还是讲一句话哈，就讲严总妈妈很爱你呀，还是讲看到你就会好像身体不舒服哈，就下卡片问啊，会关心，错冇？你就知道呢，俩教育有成功诶，大部分佢哋都心态嘅改变，哈，相信呢，就李太狗两边嘛强用哈，小朋友有嘛该就会直接给你的反馈吗？如何改感受？其实人的相处如何呢？咱能付出一度，所以呢，如何回馈一度很难得。包括讲对这家路卡人对社会啊，都也是。当然，虽然呢经营是个困难，是要外界的一啲资源啦，还是讲他跟人共享盛举。毕竟呢，做好事、做善事，是对这家积阴德安尼部分。我想也奉劝讲，有能力的朋友，他跟人出钱也好，出力也好，来囤一个社会的善良面，来囤一个帮助一个人未来的主人翁，来适应的生活，能够付出一些心力，多谢。今比安平风法，安尼邀请到节目当中，高素香素颜的演总妈妈还有子公，带给大家非常温暖的故事，相信当人看得当感动，希望呢做一个感恩给大家的行列。今比当感谢演总妈妈什么？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个节目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路历程。那更欢迎大家有机会到我们书院来走一走。看我们书院的孩子是一群很棒的孩子，谢谢。是梦李太哥。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朋友。当欢喜今日有一个机会来同大家做一啲小小说明，是么？相信青岛的观众朋友看到俩呢木子就会跌下来哦。希望呢大家做一啲呢共享盛举，感恩给俩都带给俩社会青岛的温暖。安平风法，安尼下礼拜再会。透过访问演总妈妈还有子宫太高，的确已经发现到马家很多备胎。一般人更有办法像佢哋都按样奉献出自家嘅时间、精神还有钱，去关心无血缘关系嘅小朋友。佢哋都真正像天使同样，改变佢哋新人类嘅一生。希望呢个社会做得多多来支持、关怀佢哋都。